朝廷是不会放弃我们的。这个人是北烈的奸细，他制造恐慌，就是为了让我们自乱阵脚。北烈奸细，我们之前不是赢了吗？为什么还有北烈军？可是他说的也是事实啊，我们等在这里也是等死了。我们怎么可能打得过这么多北烈蛮子？对啊，大家不要害怕，我一定会守住火风堡，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北烈蛮子再踏进这里。你是什么人？区区女流之辈说什么大话？我是陆大将军的亲姐姐，请大家务必相信我。你是陆大将军的亲姐姐，又不是陆大将军，信你有什么用？你算老几？就是，这皇帝老而远在，将都不管我们。依我看，不如冲出这城门，至少还有一线生机呀！冲出去！元齐5年，女官陆渊妖媚惑宠，尊宠日落，终至奉牌登至后位。天一盏烛光，伴无尽思量。我知道，一旦选择了这一步，就会和陆氏一样，注定要惨死于未来的某一天。但这个选择，其实5年前就已经做好了。我既不曾后悔，也绝不会逃避。只是山所深宫时，仍不免在心里期盼有一天，陛下恢复了神智，我们扫清了李庸一党，收复了大圣河山，而我们就此结庐南牧，回到我们曾经的家，过上了牧马放羊的快活日子。然而这终究不过是镜花水月。请记得自己不假。吾乃大圣皇后，信物在此。丧地之痛，复仇之恨，家国之责，似乎每一样都比你我之情重要。看来我始终无法阻止你成为那个陆皇后。陆大将军被奸人所害，不幸遇难，但大圣绝对不会放弃你们任何一个子民。本宫在此，虎豹营兄弟在此，与你们共进退，同生死。不管这家够威风！皇后千岁，千岁，千岁！谁是？跪下！参见皇后娘娘！沈不言，难道你还未看清这宿命？一切既已无从更改，你又何必苦苦坚持？陆渊，无论宿命如何，我只记得那日我说过的，我会留在这里，与你共同面对一切艰难险阻，击垮李庸。我绝不食言。皇后娘娘千岁，千岁，千岁。